墨守成规是永远不可能创作出优秀的艺术作品来的。所以老师希望你们一定要打开自己的思路，解放自己的思想。请你们记住，在我的课堂上是没有任何限制、规则，没有任何底线。一个优秀的艺术家，他在创作的过程中，他的创作的思想是不受任何禁锢、不受任何束缚的。有能？耶。所以，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，我只希望你们在期末考试的时候都能给我交出一幅优秀的作品来。做得到吗？做得到。听不见。做得到。 OK， 下课了。王老师，刘副，那个，怎么了？我们有事儿想找你帮忙。什么事儿我们想请你做我们期末作业的人体模特。对，哎，王老师，你别走啊！你看这全校上上下下、老老少少所有的雄性里面，您这身材是最好的。好。全校上上下下、老老少少所有的雄性，我的身材是最好的。包括看门的那只狗吗？包括。王老师，我们是搞美学的，您的肌肉线条我们知道非常好。王老师，这个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。让我想想，为了你们都能交出一幅伟大的作品，王老师豁出去了。我的屁股有这么大？我已经想好了，我真愿意脱。你现在让我脱，我马上就脱。这画的是我吗？不是，你是谁呀？这是什么时候画的呀？我也不知道。哎呦，你什么时候画的我？你都不知道啊？不是，我这是穿着画的，还是脱了画的呀？穿着画能画成这样吗？不是。我告诉你，珊珊啊，你可不能胡说八道啊！这个关系到我的清白，你还像？不是啊，身材不错嘛。老爸，吃早饭了啊！你呀，尝尝我今天的手艺有没有进步啊？保证吃个自然。老公，你跟1毫米的进步和没进步有什么差别呀？那你就得花点心思和时间，慢慢的去品尝喽。这是博士吗？他竟然脱光了让你画裸体，是真爱呀！不知道有多少个男人都折在这一条，没想到他竟然……哎，你快别说了，我现在是百爪挠心啊！我最近也是特别郁闷，菲菲，你到底怎么想的呀？以前和他的关系倒是挺正常的，现在觉得好混乱啊！是混乱，还是小鹿乱撞啊？
讨厌。以前我就没有拿他当个男的。以前我也只是想要金子，没想要这个汉子。就算跟他躺在一张床上，也不会有任何的冲动。是没冲动啊，我东北什么样的男人没见过？就麦克那样子妖孽，我都能招架得住，他是算哪根葱啊？奇怪了，他喜欢我哪一点啊？奇怪了，我喜欢他哪一点啊？咱俩说的不是一回事吧？哦，哦。累死了。你脏死了，衣服裤子，你换衣服，快点。嗯。儿子。儿子。哎妈，怎么了？我跟你说啊，邻居老王家的二姑娘刚生了一个胖小子，肉乎乎和你小时候可像了，那小手小脚丫把你爸给羡慕的。哎呦妈，不都说好了吗？咱不说这事儿，怎么又提呀？你和可风结婚这么多年，怎么还没个动静啊？是不是可风身体有什么问题？带他去医院看看吧，儿子。妈，哎，你说什么呢？人可风身体挺好的。啊，可风在旁边呢。哦，行，那就挂了吧。啊，对了，你给他买点好吃的，补补身体啊。我妈让我给你买吃的，补身体。啊，行妈，好，那明天再说啊。挂。老婆，别多心，我妈刚才打电话还让我给你买点补品，补身子。哎呦，老婆，你别生气行不行啊？啊，我妈呢，她只不过看见别人有了孙子之后吧，她跟我还稍微有点着急。来，我给你按摩好不好？来，老婆，今天晚上我们还是继续吧。啊，咱们生命不息，造人不止，好不好？老公，我觉得你妈说的特别对，我是身体不好，所以要多休息，少运动。哎，老婆，不是，哎，干嘛去？我妈不是这意思，我看一下。哎，老婆，我也是该休息一天了。这下，Oh dear， 就是要顽强。Oh dear， 就是要疗愈。Oh dear。闪闪！雷闪！啊！谢谢你啊。你不用谢我，签了个字，把你的自由还给你了。你知道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
我一直都觉得没有我，你也会很幸福。我以前也是这么认为。有时候其实真是挺奇怪的啊。以前我最害怕不自由的爱情，现在却怀了一个限制我终身自由的孩子。以前的我最害怕的就是那种非常固定的爱情。现在发现，不管是英国人、美国人、中国人，哪儿人都一样，就是失去了之后才明白丢掉了，是吧？我先走了。我他妈喜欢他多少年了啊？你们知道吗？你们不知道，因为连我自己我都不知道。我告诉你，我这心里憋屈。你说我们两个什么事儿没干过啊？吃过一碗饭，喝过一杯酒，穿过一件衣服，我们睡过一张床。我们家钥匙他那儿有一把，他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可我们怎么他就……那真是够冤的。我是看出来了，她呀是把你当成闺蜜了。其实说实话，有时候啊，我特别羡慕你们两个啊，我特别羡慕你们两个身边有一个有名有分的女人，你们可以带她出去吃饭，带她出去看电影。我呢，我他妈都单身多少年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啊，就轮奸也该轮到我了吧？怎么着？这屌丝他就不能有春天吗？嗯？说到惨，你有我哥俩惨啊！一个怀上了不跟你结，一个结了不跟他怀。说，你知道这事儿就像什么呢？就像开车，4环路上一辆车没有，你开着一辆法拉利，限速80，急不急？急死你！你们俩真是过来安慰我。我听你们说完以后，我心里突然特别的释然。但是，我们现在最根本的问题，我们必须把它解决了，我们就能从苦难里出来。我们一定要把这3个女人给拿下。拿下！哎。怎么样，姐？好吃吗？挺不错的，是吧？这是咱们的新菜吗？以前好像没吃过啊。今天是星期2，这是戚先生专门让大厨为你准备的营养套餐，所以才有这几道菜。谢谢。营养套餐啊，菜单。姐，其实我原来挺不喜欢戚先生的，但是我现在真的觉得他对你挺用心的，是吧？谢谢你们啊，你们俩去忙吧。你好好吃啊。
多吃点虾，你现在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你呀，就是个怂蛋，骂你都嫌浪费我口水。你喜欢他倒是表白呀。你以为我不想表白吗？但是闪闪他弄了一个什么走婚俱乐部，还要闯关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反对走婚这种形式，太随心所欲了，而且我觉得他太女权主义。都有哪些关啊？我告诉你啊，第一关，首先要有一个求婚，这个求婚呢还必须得打动他。这个没问题，我帮你。贱人就是矫情。你说谁贱的？我告诉你，你说谁贱，你也不能说闪闪贱。我说你贱的，从骨头里边透着贱。是多贱的。第二关啊，隔离交往。柏拉图啊，就这意思呗。不让牵手，不让亲嘴，不让打炮，这什么呀？这是？不过他也适合男闺蜜嘛，是吧？你也碰不了他，也骚扰不了他，没问题。不过话又说回来啊，这个闪闪这样，我看着都发怵，是不好弄。哎，第三关是什么来着？得让他画一幅裸体画。裸体画，这个其实是最有难度的，我觉得咱俩得想想办法帮助他。这个不用你们帮助，这裸体画他已经给我画过了。哇，画过了，纯爷们儿，纯爷们儿。哎，什么时候画的？跟我们说说。这不重要，不重要。什么时候画的不重要，就是他已经画完了。哎，好，接着说啊。剩下的呢，就是要比他能吃辣椒，比他能喝酒。这个没问题，吃辣椒咱们忍着，喝酒咱们扛着呀。啊，没有问题，这都没有问题。好，那就剩最后一点了，要让闪闪079接受。这点最不是问题。为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全世界唯一能接近闪闪079的人，除了他就是我，绝对不可能有第三个人。那不现在就剩吃辣椒跟求婚了吗？吃辣椒咱们可以忍，最关键的求婚这事儿，咱们俩得帮他。没问题，帮他，帮他。谢谢二位。纠结啊，纠结啊！想看了就摁吧，播出去吧。想的，烦的还来不及呢，我每天待在我身边嗡嗡嗡嗡的，烦死。解释就是掩饰。冬眠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喜欢上齐明峰了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再要看不出来，估计就没有人能看得出来了，是不是？也许，可能，大概，差不多是吧。我的问题解决了，你们俩呢？我们俩呢？杨大伟，你对待宁可风你就得狠；齐明峰，你对待冬眠你就得轻。女人缺的是什么？她缺的是安全感。她缺少安全感，咱们就给她安全感。所以说我告诉你们，咱们必须得想办法让她觉得，男人是重要的，让他们离不开男人。
没错儿，说得好。AK，我看啊，通通告诉我密码。大哥啊，稍等一会儿，我要接个这个。别动！哎！你们敢欺负我杨大伟的女人，看我今天不把你们给碎尸万段！来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还没到呀。马上到了，马上到了。哎呀。好，停。看。亲爱的，我跟你说，这几个玩偶背后贴着都是我和你的关系，情人、夫妻、朋友，还有陌生人。我们的关系啊？对，就让我们的关系交给上天来决定吧，看我到底是你生命里的谁。套圈吧。啊？套圈？就让我们的关系交给这几个玩偶。啊！你眼睛怎么了？这是？亲爱的，这个不重要，咱们套圈比较重要。啊，不要再让咱们痛苦等待了。如果上天让咱们成为不了恋人，我也认了。如果我要是套到陌生人，亲爱的，别为我担心，这都是命。来吧。老师。你眼睛怎么了？跟人打架了？我这么热爱和平的人，怎么会跟人打架呢？是吧？我也说，就你这小身板打得过谁呀？那你眼睛怎么了？我昨天晚上起床尿尿没开灯，完了撞门框了。啊！满眼睛都是谎言，谁家门框会圆呢？我照片技术含量吧？含量个屁含量！哎，干嘛去？上药去？不用，哎呀，这东南路上哪药？真不用，真怎么不用。不用啊？不听话是不是？是不听话？孩子干嘛？不是，这你都伤男子汉，还有点伤痕是男子汉的。哎。怎么回事啊？喝多了。